台北市府翡翠水庫管理局長林如意，牽涉是甲這食飯場的開銷用甲這公款刷去用，這首長的特支費也無計數，檢方是用這貪污罪要甲佮辦，今仔日裁定30萬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市府長也已經宣布改免職。掛喙暗攏無講話，表情嚴肅。台北市翡翠水庫管理局長林如意，互人檢舉以餐點的名義騙特別費，佮把款項刷來使用。廉政署發動搜查，調閱相關學校資料，攏總約談4個人到案。北檢透明證實了後，2日透早依照貪污罪入令林如意30萬塊交保，限制出海出境。本案是本府政風處受理檢舉，經評估有進一步調查必要，那我們就主動立案調查。那並向市長報告之後，市長要求依法從嚴從速辦理。那政風處隨即就組成了專案小組，進行後續的了解以及查處。台北市政府是講，這個案是北市政風處受理檢舉，主動立案調查。各地2日發布甲林如意免職。不過根據了解，林如意否認私效公布，講餐點費用攏是報是銷，檢舉內容甲事實無同，是有人故意陷害，無利用職務詐領財物。週一的時候，政風處跟我報告這個案子，我就要求要從嚴從速的調查。週五，他們再次跟我回報初步調查的結果，我就立刻要求免職查辦。上次就已經發生這個發言人的事件，那現在又發生這個翡翠水庫這個局長的事件，那這在的大概說明其實在北市府現在用人的文化上面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北市府這個用人的邏輯，那這是北市府自己要必須去承擔。審批員認為，包括定期考核機制等，攏應該愛會當事先發現風險。除了第一線公務人員的壓力以外，在管理鐵盒，無希望公務人員攏在想頂死可能的意思，也批評台北市政府用人的鐵盒可能有問題，希望類似的事件莫閣發生。記者採訪報道。